49嘅，有幸各位賽迷咧研究一下六合彩啦。第87期六合彩攪珠咧就喺7月27號星期二晚上9點鐘舉行嘅，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係嗰晚嘅晚上8點9嘅。咁因為上一期嘅頭獎咧係冇人中，所以累積多報咧500萬，而估計咧今期嘅頭獎基金咧係可達1000萬嘅，祝各位好運！又係呢個節目咧最重要嘅環節啦又係18燈膽，快啲攞紙筆抄低買到對家唔好買啦係7號、10號、11號、23號、40號同埋43號嘅。我重開一次係7、10、11、23、40同埋43嘅。咁我身邊啲人咧就成日話咧，俾落水貼士人咧係戇居嘅。佢話我如果咧佢自己貼嗰啲咧會中嘅話，佢自己就發咗達啦。調翻轉嚟諗啦，所以我就做呢個節目叫18燈膽啦，係咪？我俾6個燈膽出嚟，佢真係唔開嘅。咁你知道揀嘅時候揀走咗我提供嗰6個燈膽。總之咧，開完獎之後咧睇嗰啲頭2、3獎嗰啲中獎注數咧，只要唔係嗰幾個燈膽提供嗰啲咧，我全部入佢數㗎啦。雖然我都要18燈膽可以成功過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祝大家好運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